歡迎收聽邪惡研究所，我係阿妍，我係嘉一，好耐冇見啦大家。今集呢係一單聽眾提案啦，係 Apple Podcast 嘅提案嚟嘅，係由聽眾 Carly 提供嘅案件啦，多謝呢位聽眾。多謝。咁呢一單案件呢，我覺得同嘉一近排嘅生活息息相關。失業嘅，唔係吓，係咩啊？咁去旅行嘅，類似係關於行山嘅。哦，OK，我係特登等你返嚟先講嘅，係，我驚你驚咗。咁呢一單 case 呢，係喺2014年發生，係由兩個嚟自荷蘭嘅好朋友 Lisanne 同埋 Chris Kramer。咁佢哋呢係兩個好朋友啦，喺大學畢業之後呢，就相約去到巴拿馬旅行。咁佢哋稱呢一個旅行呢，會係一生人一次嘅旅行嚟嘅。而今次亦都係佢哋嘅大學 grad trip 啦。6個月之後呢，佢哋就會畢業，然後佢哋兩個呢已經決定好之後要攻讀呢個碩士。未畢業就去 grad trip 就畢業咯。OK。Lisanne 喺1991年9月24號嘅荷蘭出世，佢有一個阿哥，而佢嘅性格呢係內向。佢雖然內向啦，但係佢係一個有6尺3寸高嘅女仔，亦都係一個校隊排球嘅運動員。咁但係除咗排球啦，佢都中意行山啊、跳傘呢一啲極限嘅運動。咁佢曾經隻腳受傷之後就放棄咗排球啦，但係康復之後呢，就繼續佢熱愛嘅運動啦。咁而 Chris 呢，就喺1992年嘅8月9號出世，一樣喺荷蘭出世，有一個阿哥同一個細佬。Chris 係一個醫人嚟嘅，咁兩個人呢係返 part time 嘅時候認識，成為咗好朋友。而依家呢，我哋都講少少巴拿馬。咁巴拿馬係一個中美洲國家，係屬於熱帶氣候啦，大部分地區呢都係由茂密嘅叢林、山脈組成。咁有大量一啲好特別嘅植物同埋野生動物嘅。巴拿馬呢算係一個相對安全嘅國家，犯罪率呢亦都比較低。佢哋打算喺巴拿馬逗留6個星期。咁呢6個星期呢，都唔係淨係吃喝玩樂嘅，佢哋會去上西班牙嘅語言課程啦，亦都會做一啲義工活動去豐富一下佢哋嘅 CV。咁佢哋 plan 咗呢，首先呢會上2個星期嘅語言課程，再去一間喺小鎮 Boquete 嘅地方嘅一間幼稚園做義工。咁前面呢，佢哋會住下旅館同酒店啦，去到後面嘅旅程呢，就會安排住喺 Boquete 嘅寄宿家庭。3月17號，佢哋呢就到達巴拿馬。從 Chris 嘅日記入面睇到，的確係一個好開心嘅旅程嚟嘅。佢哋周圍玩啦，識下朋友咁。咁呢一段時間我哋就省略。去到2個星期之後，咁佢哋就坐咗4個半鐘嘅車到達 Boquete。咁 Boquete 係一個旅遊小鎮啦，咁佢哋就去嗰度做義工。咁傳聞呢係有一個叫做 Kaiser 嘅司機車佢哋過去。咁點解話係傳聞呢？係因為呢一度好多資料都係非常之混亂啦。咁再加上因為呢一單 case 係俾啲傳媒吹到好誇張，咁所以好多嘢都係唔能夠 fact check 又唔知道真假嘅。咁我已經盡量想揾一啲比較真嘅資料俾大家啦。咁但係建議大家聽嘅時候呢，仍然係可以自行判斷真定假嘅。廣告時間。健康真係非常之重要，尤其係香港人，生活壓力大，好容易就有各種都市病，好似敏感、皮膚問題、失眠、頭痛等等。好似阿妍我，自從返工之後，已經感受到身體機能急速衰退。營養補充品係可以用最快、最方便嘅速度補充人體所需嘅營養，但係市面上咁多選擇，食落肚嘅始終都係藥，又唔知信唔信得過。咁你可以放心，iHerb 幫你搜羅全世界嘅健康產品，除咗 supplement， 你仲可以隨時隨地訂購個人護理產品、運動營養品、美妝產品、生活百貨，連家品、寵物、嬰兒用品都有。最重要嘅係，好多品牌香港都好難買到，又要方便，又要信心保證，iHerb 可以幫到你。
不論你係返緊工、搭緊車定係準備瞓覺，聽聽下 podcast 突然諗起想買嘢，依家就可以立即喺我哋嘅 description box click 邪惡研究所嘅專屬 link， 就可以去選購你嘅心水產品。記得如果想支持我哋嘅話，記住就要用我哋嘅專屬 link 啊！咁當時除咗 Chris 同 Lisanne 啦，仲有一個叫做 Eileen 嘅女仔一齊去嘅。咁 Eileen 呢係語言學校負責呢一個 trip 嘅 manager 嚟嘅。咁本身呢，兩個女仔呢係會同另一位語言學校嘅 manager Mario Lin 一齊去。咁但係因為一啲原因啦，Mario 就冇同行。咁最後就由 Eileen 陪佢哋同行啦。Anyway， 三個人喺3月29號到達布卡地，準備為期個幾月嘅義工活動。晏晝4點，兩個女仔嘅 host family Miriam Gara 就接咗佢哋返屋企。3月30號，兩個人呢就去到語言學校聽下一啲嘅迎新活動啦。佢哋又特別同前 manager Mario 表示，佢哋想去火山啦、去溫泉啦、去唔同嘅一啲要行山嘅旅遊景點。於是呢 Mario 就揾咗當地導遊 Feliciano Gonzalez 帶兩個女仔去玩。咁我睇咗幾個 source 啦，呢位導遊個名呢，除咗叫 Feliciano 之外呢，有個 podcast 呢係叫佢做 Marco 嘅。咁我研究咗好耐，佢哋係咪同一個人啦？咁我發現呢，雖然係唔同 source 有唔同名啦，但係佢哋形容緊嘅係同一個人嚟嘅。咁我之後會叫佢做 Marco 啦，因為易啲讀啦。兩個人呢就託 Eileen 幫佢哋 book 咗 Marco 喺4月5號星期六去火山嘅 day tour。之後呢，我哋就跳到第一日嘅義工活動啦。活動之前呢，兩個人去咗當地嘅超市買咗啲零食。佢哋兩個女仔呢，就帶住一堆玩具去到一間日間托兒所或者幼稚園啦。咁正當兩個女仔呢係興高采烈咁樣準備同班小朋友玩嘅時候，咁佢哋入到間托兒所呢，就發現一個人都冇喎。佢哋後來發現佢哋同個機構溝通嘅時候呢，就出錯咗，有啲問題。咁就發現佢哋做唔到呢一個義工嘅活動啦。佢哋係比原定嘅日期早咗1個星期到達。咁於是呢，本身每一日呢，兩個女仔6個星期嘅旅行呢，都係行程滿滿嘅。咁但係呢，佢哋就突然之間冇嘢做咯。咁所以呢，佢哋就決定探索一下呢一個小鎮。咁但係區區一個小鎮呢，係唔足夠滿足呢兩個女仔愛冒險嘅心。咁佢哋就發現呢，呢一個小鎮嘅外圍呢，係有大量嘅圍住啲叢林嘅小徑，即係啲山徑、一啲小路啦。咁甚至有一啲小徑呢，係可以通往活火山。咁所以兩個人呢，就決定去行山啦。咁佢哋呢，會經一條叫做 Pianist Trail 鋼琴家小徑嘅路，徒步上去一個活火山巴魯火山嘅頂部。一個徒步旅行呢，需時係2個半至3個鐘，咁計埋同樣嘅路落山，一共係需要5到6個鐘完成。咁兩個人呢係有影低過鋼琴家小徑嘅旅遊小冊子，咁上面寫住呢，小徑係同一條路入啦，同一條路出，盡頭係一個叫 Mirador 嘅地方。咁到去到嗰個位呢，就要轉身原路離開啦。咁有報道稱，兩個人當晚呢係再遇到導遊 Marco，咁佢就 offer 可以帶兩個人行呢個小徑啦，而且去佢附近森林嘅屋過夜。咁但係呢，兩個女仔係拒絕嘅。不過呢，係冇辦法確認呢一單係咪真事嚟嘅，只係可以確認兩個人係預約咗 Marco 之後去參觀士多啤梨農場嘅行程啦。而夜晚呢，兩個女仔就去咗按摩店，同店員講聽日佢哋會行山。然後呢，佢哋就返到 host family 嘅屋企。host family 仲好記得呢，當晚 Lisanne 係感冒啦，而 Chris 呢，就喺凌晨2點鐘 test 咗佢嘅男朋友，話自己聽日計劃去散步。第二朝4月1號，二人呢係朝早8點鐘離開 host family 嘅屋企，到達語言學校。Manager
Allen 呢係建議兩個人可以去 book 一啲 local tour 啦。咁兩個人呢係再 book 咗 Marco 聽日喺4月2號嘅 tour， 但係呢，佢哋係冇同 Allen 講佢哋係準備要去行山啦。兩個人離開咗語言學校啦，返到 host family 嘅屋企。Lisanne 換咗藍色背心牛仔短褲，而 Chris 呢就着住紅白相間嘅條紋背心同短褲。兩個人呢都有着登山鞋。Lisanne 呢係孭住背囊出發，而兩個人呢係只係帶咗2個水樽。朝早9點鐘，兩個人呢曾向旅館老闆去詢問前往鋼琴家小徑嘅路線。去到上午10點16分，Lisanne 呢係用餐廳嘅 WiFi 喺 Google 嘅地圖下載咗一張地圖，然後兩個人就 call 車到達鋼琴家小徑嘅起點。上午11點左右，兩個人到達小徑。咁由於小徑嘅起點呢，周圍仲係有好多民居同埋農場嘅，好多居民呢都係有記得見過兩個女仔向火山嘅方向行嘅。咁但係呢，就冇印象佢哋有落過返嚟。估計呢，當時兩個人嘅手機只係剩返50% 電，而 Chris 呢係用 iPhone， 而 Lisanne 呢係用 Samsung 嘅。咁亦都有資料指呢，係有一隻唔知係餐廳老細定係 host family 嘅 Husky 係跟住兩個女仔上山。咁呢一隻狗仔呢，係一隻好中意同遊客一齊行山嘅狗仔。咁幾個鐘之後呢，隻狗就獨自落山啦。當時餐廳老闆呢係覺得有啲奇怪，因為通常隻狗係唔會自己一隻狗咁樣落返嚟啦。咁但係呢個 source 呢係從來冇被證實過嘅。喺第3日，導遊 Marco 呢就本身等緊兩個人一齊去嗰個士多啤梨農場啦。咁但係呢，就等咗好耐都等唔到佢哋喎。咁於是呢，佢又打電話返去俾兩個女仔嘅 host family， 嘗試揾下佢哋喺邊。咁而 host family 收到電話之後呢，就入咗房睇下，就發現呢兩個女仔係冇返到屋企。即係冇返到個 host family 屋企。Marco 同埋寄宿家庭嘅人呢，就喺個小區嗰度開始揾人。去到4月2號嘅夜晚，相信兩個女仔呢已經喺鋼琴家小徑，又或者係附近嘅山路呢超過24個鐘。咁當地法律指呢，佢哋係未有足夠嘅時間報告失蹤。去到夜晚嘅7點30分，Mark 就報警指兩個人失蹤，但係呢，巴拿馬嘅成年人只可以喺失蹤後嘅48個鐘先可以叫做 officially 地失蹤。咁所以 Marco 呢係喺夜晚嘅9點半再去到警察局，而警方呢就正式宣布兩個人失蹤，亦都通知咗佢哋喺荷蘭嘅父母。去到4月3號，Marco呢位導遊就成為咗尋人小隊嘅帶領者。佢同一個巴拿馬聯邦執法機構溝通過之後呢，就安排帶領咗一班警察沿住小路進行搜尋。咁呢一班警察呢，其實佢唔算係真係警察嚟嘅。佢哋係巴拿馬嘅國家民事保護組織，咁亦都係一個喺發生災難嘅時候幫助公民嘅組織。而今次呢，佢哋就負責去解決失蹤人員嘅案件。但係冇行咗一陣呢，即係好少嘅路之後，呢一班人呢就被召回返去 office。因為咧，佢哋係突然間收到話荷蘭大使館嗰邊呢，第2日就會過嚟做調查，所以佢哋係要返去做準備。咁所以呢個時候呢，據講就只係得 Marco 一個人獨自進行呢個搜索嘅活動嘅啫。咁奇怪，使唔使全部人返去做準備啊？但係呢 Marco 呢，佢嗰個屋企係嗰個森林入面噶嘛，咁所以有機會係佢係好熟路，所以先會主動請纓話我嚟幫手揾啦。咁但係奇怪嘅就係，其實 Marco 呢就只係識咗嗰兩個女仔幾日嘅時間嘅啫，即係 suppose 係冇咁熟嘅。鋼琴家小徑係咩一回事呢？咁呢一條小徑呢，係一條通往海拔大概66,000英尺，又或者2,120米嘅山嘅一條小徑嚟嘅。咁佢側面睇呢啲樓梯級呢就好似鋼琴嗰啲琴鍵咁樣，所以就被命名為鋼琴家小徑。咁呢一條小徑嘅難度呢係中等嘅啫。咁唔做開運動嘅人，
好似我可能會有啲吃力嘅，咁但係好似你呢啲專業人士呢，就應該冇問題嘅。咁而且基本上係安全啦，即係都多人行嘅，而且佢嗰個保養嘅情況係良好啦，有清晰嘅 step 啦，冇乜分岔路啦，同埋講明咗係同一條路上，同一條路落返嚟，即係唔需要兜路落返嚟，總之係原路上原路落嘅啫。咁 Marco 呢，就登上呢個小徑嘅盡頭啦。係冇發現到兩個女仔任何嘅行蹤。咁當時呢，即係2014年呢一個時候呢，係冇路牌指示呢小徑係需要原路折返嘅。咁但係呢，過咗嗰個所謂盡頭嘅路呢，之後嘅路呢係有得行嘅。咁但係佢就已經唔係鋼琴家小徑嘅部分啦。咁後來呢一件事之後呢，喺2014年年末，小徑嘅盡頭因為呢一單嘢啦，所以就加咗個路牌，用西班牙文寫住呢條 trail 已經完結啦咁樣嘅。咁呢，但係據講呢，兩個女仔係知道呢一條路係要原路折返嘅。咁所以發生咗咩事呢？佢哋究竟去咗邊呢？咁去到盡頭之後呢，就會離開鋼琴家小徑啦，離開 Mirador，到達一條叫做 Serpent Trail 嘅小徑。咁同埋呢，過咗呢個所謂嘅盡頭啦，雖然當時係冇指明佢真係一個盡頭啦，咁但係呢，你會好明顯見到嗰個路嘅變化嘅，即係本身係一條好似嗰啲保養好嘅嗰啲叫咩康樂徑，石屎路係啦。係，但係佢會變成一啲草叢入邊嘅小路。冇錯啦。咁過咗嗰個盡頭之後呢，啲路係冇維修噶啦。當地嘅人呢係稱呢一個地區為 Jungle Hell， 叢林之地獄咁樣。咁係有一啲及塞嘅泥啦，好跣啦，好陡峭嘅地形啦，有一啲深溝啦，仲有一條係極度唔穩陣用嚟過河嘅橋。條河呢就叫 Rio Culebra， 英文譯做中文呢就叫做蛇河啦。咁佢就好似條蛇咁彎彎曲曲，係非常之險惡嘅。咁呢條橋只係貨當地嘅原住部落先識得用嘅啫，即係佢哋係平時會靠呢一條路嚟做啲運輸咁樣嘅，但係人哋係用開啦。正常嘅普通人呢，都會覺得係一個迷宮咁樣。總之你去到嗰個位呢，你就會知道你係需要掉頭走噶啦。翻轉頭，但係佢呢個兩個女仔呢，好似好中意 adventure 咁樣噶喎，你明唔明啊？係睇落去係嘅，冇錯。係啦，好 outgoing 咁樣，所以佢有機會會繼續行落去，我覺得。的確係嘅，呢個係一個可能性啦。你陣間可以有好多嘅估計啦。咁 Marco 認為呢，如果成條嘅鋼琴家小徑都冇兩個女仔曾經折返過嘅痕跡，咁就好有可能呢，佢哋係入咗呢一個危險嘅範圍，然後可能唔小心受傷，又或者係蕩失路。咁所以呢 Marco 係有繼續向前行，即係過咗嗰個盡頭繼續行啦。咁但係呢，亦都係冇兩個人嘅消息嘅。咁當你繼續反方向行啦，就會入咗一啲更加茂密嘅地獄叢林，然後呢，就會到達一個叫做 Alto Romero 嘅地方。咁 Alto Romero 呢係叢林入面嘅一個小村莊，係細到不足100人。咁導遊 Marco 嘅小屋呢，亦係喺 Alto Romero 入面嘅。咁但係更加差嘅情況係呢，呢個叢林嘅雨季喺4月1號開始。咁即使係當地嘅土著部落呢，都唔會喺落雨嘅情況下行呢一條路。過咗幾日之後呢，頭先嗰班警察啦，終於開始搜索城市入面其他熱門嘅行山小徑啦，係覆蓋咗621英里嘅荒野，亦都有出動到搜索犬啦，同埋2架直升機，就連係土著部落呢，亦都有參加呢個搜索行動嘅。土著都關事。都幾有熱心嘅。但係呢度要講嘅一點就係呢，後來家屬係非常唔滿意巴拿馬警察竟然係過咗幾日先開始地毯式搜索。咁一般失蹤嘅黃金時間可能係72個鐘啦，咁但係佢哋呢係差唔多喺4-5日之後呢先開始做呢一個行動嘅。咁如果可以早啲揾嘅話呢，2個人係未必會死嘅。
咁10日之後啦，喺距離鋼琴家小徑嘅50米外，即係已經離開咗嗰條路啦。一個負責幫下手食下花生嘅 blogger 咧，一個嗰啲網友啦，你當咁佢咧就喺嗰個地方揾到一個 local 超市嘅膠袋，咁入面咧係有一堆零食嘅包裝啦，然後咧個袋隔離係有一隻鞋，隻鞋入面咧係有一條金色嘅長頭髮。咁呢個 blogger 咧就 po 咗一條 YouTube video 啦，亦都帶咗佢嘅發現俾調查人員睇。但係奇怪嘅係咧，幾日之後咧，當地嘅調查人員就向傳媒表示，呢一隻鞋咧係從來都冇存在，而且個膠袋咧同本案係無關嘅。即係唔知佢哋係調查咗，然後發現真係冇關啦，定係點啦？反正去到呢一個位啦，開始有人猜測咧，會唔會係嗰個 blogger 想紅？所以加啲料入去啲證據度，即係扮自己揾到啲證據咁啦。係啦，咁但係咧最大嘅問題係咧，當地嘅調查人員咧係不當處理呢個膠袋啦，唔知佢哋點樣不當處理啦，所以最終個 DNA 嘅嗰個實驗結果咧係唔準確嘅，係冇辦法測試到上面嘅指紋啦，因為測試唔到，咁所以佢哋就向對外聲稱話冇關咁樣啦。咁去到10日之後咧，搜索隊同埋其他幫手嘅人咧，都開始士氣低落啦，因為已經揾咗好耐。去到4月22號，已經係2個人失蹤嘅20日。當地嘅調查人員咧就宣布會停止搜索2個人，專注係一個刑事嘅調查。咁亦都即係唔揾生嘅人，而係打算揾翻屍體出嚟咁啦。6月13號失蹤嘅6個星期之後，一位喺 Alto Romeo 嘅村民婦女喺一條河附近揾到一個濕咗嘅背囊。咁 by the way， 由鋼琴家小徑到達呢個背囊所在嘅位置係至少需要步行14個鐘。咁背囊入面呢，有啲乜嘢呢？係好奇怪嘅。首先呢，係有2個摺得非常之整齊放喺背囊頂部嘅 bra。咁奇怪！2副太陽眼鏡啦，一個水樽，一啲現金，同埋一本屬於 Lisanne 嘅護照。咁但係比較古怪嘅係冇佢哋 host family 嘅鎖匙啦，即係佢哋本身係有帶走咗條鎖匙，咁但係個背囊入面揾唔到啦。同埋另一個女仔 Chris 嘅護照咧係唔喺呢一個背囊入面嘅，但係呢一個背囊係證明咗2個女仔係的確由嗰條小徑行過入去森林。咁另外呢個袋入面呢，仲有一啲非常古怪嘅證據啦，而呢一個位呢，就係我覺得有啲恐怖嘅地方啦。包括係佢哋嘅電話同埋相機。咁喺我講電話同埋相機之前呢，要同大家解釋一下呢個背囊。好多報道係寫，雖然個袋喺河嘅附近啦，咁但係入面嘅嘢呢係完好無缺，而且超級乾淨啦。咁呢啲係大部分嘅報道寫嘅，咁但實際上呢，似乎係一個錯誤嘅消息嚟嘅。個袋係入面同出面都有濕度啦。雖然大部分嘅嘢呢的確係完好無缺嘅，但係手機同埋相機呢係壞咗嘅。調查人員係花咗幾個月嘅時間去 recover 翻入面嘅資料啦。咁另外就係個背囊嘅扣呢係一個好深嘅刮痕啦，有少少變咗色，亦都有啲磨損嘅窿窿。咁而2個 bra 呢嘅扣係有少少生鏽啦，但係紙幣呢係冇溶到嘅，即係佢會濕滴滴，但係未爛晒啦。咁入面嘅嘢冇嚴重破壞呢，係代表呢個袋入水嘅時間應該唔算係好長。咁呢個村民呢，係喺打理田嘅時候發現咗呢個背囊，有資料指佢係前一日都有出現喺同一個地方，但係前一日呢係冇發現到呢個背囊，但亦都有資料指呢係發現個袋嗰日呢先係呢一位村民第一次去嗰個地方，咁所以唔同嘅資料呢係有少少矛盾啦。好，咁以下呢就要講一下袋入面嘅手機同埋相機。咁我聽嘅一個 podcast 咧就指
以下嘅內容呢係嚟自一本叫做《Still Lost in Panama》嘅書。咁呢本書嘅作者呢，指佢係獲得巴拿馬同埋荷蘭當局嘅一啲法庭檔案啦，而呢本書嘅原文係荷蘭文嚟嘅，咁所以可能會有啲翻譯嘅錯誤。咁後來我再聽另一個 podcast 咧，係有一啲補充嘅資料啦。咁我會按時間線去補充翻呢一啲電話嘅活動記錄嘅。喺4月1號嘅晏晝1點鐘，兩個人到達 Mirador， 亦都即係小徑嘅盡頭。1點15分，兩個人影咗一啲遊客照。Lisanne 嘅 Samsung Galaxy S3 呢係熄咗個 Google Map 嘅。Suppose 咧佢哋就掉頭走，咁就唔使開 map 啦。咁但係好明顯呢，佢哋係冇咁做。係1點38分，Chris 嘅 iPhone 4呢冇咗 GSM， 亦都真係冇咗 signal。電話記錄得知。Chris 咧喺下午嘅4點39分係打電話去112嘅，112係荷蘭嘅嗰啲緊急熱線。過咗冇幾耐，Lisanne 嘅電話咧一樣都係打咗112。咁但係咧，由於小徑係收唔到信號啦，咁所以係睇唔到佢哋當時嘅位置，淨係知道佢哋晏晝咧已經有打算求救呢一個動作啦。咁電話打咗幾次呢，係冇辦法接通。咁調查人員係模擬咗兩個人嘅行程。咁當時呢，雖然4點幾啦，個天呢係慢慢咁暗嘅，但估計呢，兩個人當時去到嗰個位置係未蕩失路嘅。調查人員模擬完佢哋嗰個情景之後呢，就發現佢哋個步速去到嗰個位呢，係應該可以掉頭走嘅，佢哋係可以輕易咁樣折返嘅。但點解佢哋唔掉頭走而嘗試打電話報警呢？咁係有咩原因呢？調查人員係認為呢，有可能呢一刻呢，佢哋兩個人係已經偏離咗鋼琴加小徑，即係佢哋已經蕩失咗路啦，亦都有可能係受咗傷，所以冇辦法自己走啦，所以就要打電話求救。咁佢哋亦都有覺得呢係有人啦，又或者有其他外在嘅因素阻止佢哋折返。Chris 同 Lisanne 打電話報警之間呢係有12分鐘嘅間隔嘅，即係一個打完之後12分鐘之後呢先到另一個女仔打。咁有人認為呢係可以排除佢哋當時已經受到嚴重受傷，又或者係有人威脅佢哋，因為如果佢哋好緊張嘅話，佢哋可能會好急。就打下一個電話，瘋狂打，係啦，就唔會等咁耐先會打啦。咁亦都有可能呢，有人又懷疑呢，佢哋係偷偷地打電話嘅，即係一個人偷偷地打完呢，有一啲情況影響佢哋唔可以好快就打下一個電話，咁佢哋就要偷偷。我覺得有少少機會，我覺得係呢個，係啊，即係你係應該有一個人同佢一齊，佢突然間有一刻意識到呢個人會對佢哋造成危險，所以偷偷地就求救咁樣咯。係啊，好恐怖啊，真係好驚啊，起晒雞皮啦，我開晒燈啦，不過你繼續啦。喺晏晝5點52分啦，亦都即係過咗個幾鐘之後，兩個人部手機係同時關機嘅。咁你覺得點解佢哋會熄機呢？佢俾人捉咗咯，係嗰個人熄噶，我覺得即係同佢哋一齊嗰個人咯。究竟係有人逼佢哋熄咗部電話，所以係要兩個人同時拎出嚟啊！你要熄機，你要熄機，然後兩個人一齊拎部電話出嚟熄機，定係有另一個可能性就係驚冇電呢？哦，咁啊！你可以幻想下，如果當冇人啦，即係我冇一個奇怪人物跟住我，然後我喺個山度蕩失路，我會唔會咁做呢？我覺得你要，如果你 ready 行山。唔係，你 ready 行山嘅人呢，你係唔會有機會手機冇晒電嘅，你一定會帶嚿尿袋，然後插好電去嘅，因為你要睇地圖噶嘛。嗱，本身呢，佢哋係好即興咁去啦。第二就係佢哋 plan 係一個 day trip 嚟嘅，即係佢哋冇覺得自己會蕩失路噶嘛。但係咁唔知佢哋係咪一個有 ready 嘅人啦？呢個唔肯定啦，即係唔知佢有冇尿袋呢樣嘢嘅。我覺得係個壞人咯，不過我覺得係個壞人熄咗佢哋部手機咯，驚佢哋搵人求救。好，繼續。4月2號朝早6點58分，Lisanne打咗112，冇 service 之後呢就熄咗機。8點12分，Chris 開咗手機打112，一樣係冇結果啦。佢部機呢係手動地將 2G mode
轉咗去 2G and 3G mode。咁當時咧佢嘅電話仲剩低43% 電。後來 Chris 嘅 iPhone 咧係啟動咗一個叫做 Pin Protector 嘅功能啊，你知唔知係咩功能啊？唔知。其實我查咗好耐啦，我唔係真係好確認佢真係一個咩功能啦。佢 iPhone 嚟嘅 by the way， 反正就係咧呢一個功能咧係允許喺一個唔輸入密碼嘅情況下使用一啲嘅應用程式。有呢啲功能㗎？我估就係即係總之佢 set 完一樣嘢之後，佢唔使撳密碼都可以，可能開電筒、開相機、開任何一個 app 咁樣咯。咦，咁佢應該係真係自己熄機啦，咁我覺得咁快，佢應該真係為咗慳電啦咁。但係佢應該係同個壞人一齊嘅呢段時間，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覺得佢開呢個功能係為咗俾呢個係 Chris 啊嘛，即係 in case 大家有咩事，我未必記得你個密碼噶嘛，咁我開咗就方便你都可以用我部電話咯。同埋你求救易啲咯，你偷偷地就算你俾人捉咗，你都可以秘密地求救咯，你唔使開鎖啊嘛。係喎，好，咁 anyway 啦，佢哋試完報警之後咧就冇辦法啦，最後咧 Chris 部電話係成晚都熄咗機嘅，而 Lisanne 咧部電話咧係有 keep 住開下又熄下咁樣嘅，而佢開機之後嘅動作咧都係報警啦。去到嗰一日嘅4:19，接落嚟嘅15個鐘 Lisanne 部電話都係開住嘅，即係佢冇再熄過機，咁但係咧係從來都冇用過，即係佢冇嘗試打電話，亦都冇做過任何嘢。唯一一次用嘅咧係喺凌晨2:21，佢打開咗一個天氣嘅 app。當時 Lisanne 嘅電話電量只係剩低6%。喺凌晨2:47，佢再打開電話，但係唔知佢用咗咩 app 嘅。4月3號朝早7:17 ，Lisanne 嘅 iPhone 淨係剩翻1%電。19分鐘之後咧就冇電熄機。Chris 喺2個鐘之後咧係打咗2次嘅電話。然後佢打完電話冇結果之後咧，都係立即熄機嘅。去到晏晝3:59 ，Chris 再次開機，佢係入咗通訊錄嗰度，撳咗入去 host family 嘅資料入面。咁但係咧，佢撳咗入去啫，佢係冇打電話出去嘅。點解佢要撳入去，但係又唔打個電話出去呢？俾人發現咗啊嘛，想打個下。即係我會講話成單 case 嘅調查人員都係非常之馬虎嘅。明明佢即係有撳咗入去 host family 嘅資料入面啦，但係調查人員係冇 check 到嗰個時間有冇人打過電話俾 host family 嘅。而呢一個時間點即係4月3號，正正就係嗰一班警察被召翻去大使館暫停搜索嘅嗰個時間嚟嘅。即係其實佢本身係冇死到喎，你有機會可以揾到佢哋嘅喎。係噶，然後呢，亦都即係 Marco 獨自一人揾佢哋嘅時間點嚟嘅。想打電話，但係冇做到呢個 action 嘅呢個時間點。咁然後我哋就去到4月4號啦。Lisanne 嘅電話喺晏晝4:50係嘗試開機啦，但因為佢已經冇電啦，所以係失敗。咁部電話亦都冇充過電啦。而 Chris 嘅電話咧亦都開過幾次，但係咧佢亦都係冇做任何嘢嘅，即係佢冇嘗試打電話，冇做任何嘢。然之後咧電話嘅活動就開始變慢啦，即係佢已經好少用佢部手機啦。Chris 嘅手機咧係有開過幾次，又熄過幾次，但係每次咧開嘅時間都只係幾秒鐘嘅啫，即係佢開幾秒就熄機噶啦。咁呢個時間段，終於有搜索隊開始佢嘅地毯式搜索啦。而 Lisanne 嘅屋企人同朋友亦都喺荷蘭趕到嚟巴拿馬嘅布卡提。喺4月5號，Chris 嘅電話喺朝早5:50開機，但係今次開機呢係電話最後一次正確輸入密碼嘅時候，即係佢4月5號之後呢，電話係有開過幾次啦，但係密碼係錯嘅。咁但係咧，資料有2種講法嘅。第一種講法就係咧，因為佢部電話頭先教咗嗰個功能咧，係已經唔需要密碼再開機啦。咁所以睇個記錄咧，就好似係輸入錯誤咁，但其實係一個功能嚟嘅。咁第二種講法就係咧，佢哋咧係撳咗77次嘅錯誤密碼啦，係啦，所以係好奇怪啦。即係如果佢哋撳錯咗77次嘅話咧，係真係好奇怪嘅。係啊，就係咯，一定係嗰個，我覺得係
殺佢哋嗰個人，或者對佢哋做啲唔知咩嘅嗰個人，想入佢手機，想 delete 某啲嘢咯，可能。即係你都仲係覺得有個人喺度嘅。係啊，我覺得有個人咯，有人害佢哋，我覺得。不過呢，都有 podcast 講77次只係謠言嚟嘅啫，似乎呢77次呢係講緊由4月1號去到4月5號之內，一共有77次嘅錯誤密碼嘗試。咁另一個奇怪嘅地方呢，係 Chris 嘅電話呢係喺超短時間內開機熄機開機熄機。咁其實如果佢哋真係想求救嘅話，suppose 你開咗部機之後，即係佢哋連 check 個 signal 嘅時間都未 check 到，就已經熄咗機嘅速度咯。但係有人就話佢哋可能真係想開機睇下個即 home screen 嗰個日期同埋時間。去到4月6號 Chris 咧係再開機 check signal， 咁佢係 screenshot 咗一個時間嘅 app 啦。呢個 app 入面呢係有 show 到喺阿姆斯特丹、聖荷塞同埋巴拿馬城嘅時間。咁然後 Chris 嘅電話呢，亦都即係佢哋兩個人嘅最後一部有電嘅電話呢，亦都熄咗機啦。咁但係兩個人由6號開始去到4月10號呢，都冇任何嘅電話活動。10號 Chris 嘅屋企人亦都從荷蘭去到巴拿馬。4月10號嘅凌晨5點15分，有人呢係嘗試啟動 Lisanne 嘅電話啦，但係因為 Lisanne 嘅電話已經完全冇電啦，所以係唔成功嘅。Chris 嘅電話最後一次開機係喺4月11號，亦都即係兩個人失蹤嘅10日之後。然後喺電話冇電熄機嘅幾個鐘之後呢，亦都即係嗰個 blogger 發現咗膠袋同埋鞋嘅嗰個時間段嚟嘅。咁但係呢，因為佢哋個電話係不能夠顯示任何嘅位置嘅資料，咁所以係唔知道當時佢最後一次開機嘅位置同佢哋嗰個袋嘅距離有幾遠嘅。咁呢一度呢，資料係非常之混亂啦，我唔知邊種講法先係真實嘅情況，又或者冇人會知道究竟真實嘅情況係咩啦。咁但係我先講第一種講法啦。喺4月11號嘅晏晝1點14分，Lisanne 嘅 Samsung 電話呢係建立咗一個 log file。咁我亦都有 check 過呢啲係咩 file 啦。咁反正就係呢部電話當你喐佢或者做一啲控制嘅時候呢，佢就會自動生成咗一啲 file 啦。佢入邊嘅嘢好複雜啦。咁反正呢個係佢自動生成嘅。咁但係必須要你做一啲動作佢先會生成啦。做一啲動作係咩意思先？做任何手機嘅動作咯，即係你開一下機又係一個動作，撳入一個 app 又係一個動作咁咯。OK。提醒一句就係Lisanne嘅電話當時已經係冇晒電熄咗機。咁 suppose 呢啲 file 呢係只可以喺開咗機嘅情況之下先可以建立嘅啫。咁有人認為呢係Lisanne嘗試再開自己部機嘅時候，就無意中咁樣建立咗呢一啲嘅 log file 啦。但係因為部機唔夠電，咁所以佢就開咗個 file，但係實際上係乜嘢都做唔到嘅。而第二種講法就係喺4月11號嘅上午10點51分至11點56分之間，Chris 嘅電話係建立咗11個新嘅 log file 同 system file。究竟係 Lisanne 定係 Chris 嘅電話開咗呢一啲 file 呢？咁我見呢係兩種講法都有啦，咁我就講晒出嚟啦。咁唯一肯定嘅就係佢哋其中一個人嘅電話係發生咗類似嘅呢一啲建立 file 嘅事件啦。咁數字取證分析師呢，就指喺呢一段時間期間啦，呢部電話呢就無啦啦建立多咗11個新嘅呢啲 file 啦。同時呢，喺4月6號嘅 log files 嘅日期同時間呢係有被外部操控過嘅。咁所有嘅操作呢都係唔需要電話密碼嘅情況下進行嘅。咁奇怪？冇錯。咁但係呢係唔清楚係用啲咩應用程式，又或者係咪真係外部嘅人去更改一啲檔案啦。咁根據分析師就指出現咁嘅情況呢係有兩種可能性嘅。第一就係使用者呢可能係用咗 Chris 之前嗰個允許冇密碼情況下仍然可以使用應用程式嘅功能。嗰個人呢就可以即或者任何人啦，亦都可能係佢哋自己嘅，就可以喺唔需要密碼嘅情況之內呢，可以撳到相片嗰個 app 啦、手電筒嘅 app 啦、計時器嘅 app 已經下載嘅音樂呢4樣嘢嘅。咁亦都真係有可能當時嘅生還者係用咗 Chris 嘅手機，
就係第二個情況就係呢，手機可能有一啲外掛嘅程式去 remote control 部機。咁簡單嚟講呢，即係有機會係有人 hack 咗。總之去到4月11號之後呢，就有呢一番古怪嘅操作啦。咁之後部電話就熄咗機啦。然後呢，一直去到巴拿馬嘅調查人員發現部手機先至重新開啟，先至再有新嘅一啲活動嘅。咁所以呢，咁我覺得呢，嗰個 Marco 啊定 Paco 啊 Marco，我覺得有機會係佢上去揾嘅時候呢，揾到佢哋部手機咯，係佢做喎，有機會係，我覺得。你意思係佢有嫌疑啊，定係佢揾到部手機然後搞咗啲嘢咁啊？佢有嫌疑咯，跟住再揾到部手機就搞咗啲嘢咁樣。咁呢一個就係奇怪嘅電話嘅證據啦。咁我哋就嚟到奇怪嘅相機啦。recover 翻相機嘅 SIM 卡之後呢，一共發現咗470張相同埋7條片。其中133張相呢係喺4月1號或者之後拍攝嘅，3月28號之前係有刪除過64張相同埋4條片嘅檔案痕跡。調查員係有恢復翻其中嘅40張相同埋4條片，咁但係發現同本案係冇關啦。咁相機呢係包含晒佢哋成個旅行嘅相嘅，有好多張相啦，但係唔係所有嘅相都有被公開嘅。咁而且嗰啲相呢，亦都係有被 edit 過嘅，即係一啲法證人員呢，將佢哋校光咗，又或者校咗少少嘢，令到你睇得清晰啲啦。上網係可以揾到晒所有嘅，即係所有有被公佈嘅相嘅。你想唔想睇啊？唔想啊，唔得啊，好驚，唔要，我都唔睇啊，唔好 send 俾我，我唔使啦，你講下得噶啦，OK。一開始呢，相片係包括4月1號嘅日間嘅相啦，亦都即係佢哋嘅旅程嘅啱啱開始，有佢哋喺鋼琴家小徑嘅相，去到4月8號呢，就有夜間至清晨拍攝嘅相，咁大概有10幾張嘅日頭嘅相啦，即係4月1號嘅相啦，睇落去呢，就係一啲普通嘅遊客打卡照，咁大部分呢，都係影住 Chris 嘅背脊，又或者 Chris 耶嘅相。咁估到係 Lisanne 企喺 Chris 後面幫佢影嘅，咁而部分嘅相呢，就係兩個人嘅自拍啦。一張呢係喺鋼琴家小徑嘅起點，有幾張相呢係佢哋去到山頂。咁山頂嘅相呢係影得好快嘅，大概2分鐘內呢就會影咗8張相。咁而8張相嘅位置呢都有少少唔同嘅。咁當時呢，即係傳媒就覺得呢個位係有啲奇怪，點解2分鐘內要影8張相咁多呢？但係作為我哋呢啲港女啊嘛，就係咯，我覺得冇問題喎，真係。冇錯，我哋1分鐘已經影到百幾張相。我覺得太正常啦，實在係啦，位置唔同都正常嘅，因為你要揀一個靚嘅位置啊嘛。係啦，咁你呢度插下，嗰度插，喂，幾容易啫？你2分鐘8張太少啦。唔係，但係外國人嘅文化應該就係影一張就算噶嘛，好多都係。OK，咁佢哋都係一個後生女嚟嘅。係嘅，當時 Lisanne 係22歲，Chris 係21歲。係，唔好意思，好多呢啲補充嘅資料，因為實在太混亂啦。係。咁自拍入面呢，兩個人就舉起手指公啦，望落去係幾開心嘅。咁前面嘅相，即係日間嘅相呢，大部分都係記錄兩個人嘅行程。咁但係呢，比較奇怪嘅地方係呢，第一，相機入面顯示嘅時間同警方出示嘅目擊者時間線係唔一致嘅。相機顯示佢哋喺目擊者見到嘅2個鐘之前呢，已經出現咗喺鋼琴家小徑啦。即係個時間唔啱啦，總之啲相唔係啲相唔啱，係啲人嘅口供唔啱，因為佢哋已經上咗山，但係啲人先話見到佢哋咁樣咯。但係啲人都未必，即係我覺得啲人佢都係大概幾多點啫，係啦，佢唔會知道佢真係幾點。你見到個人，你唔會睇你而家幾多點見到人噶嘛？你明唔明啊？佢覺得下晝嘅下晝，上晝嘅上晝咁樣咯。係嘅，你唔會知幾點，又唔會記得個人係咩人嘅。係啊。咁第二，相入面兩個人嘅衣着呢，同證人即係嗰啲落口供嘅人嘅描述係唔一樣嘅。嗰啲人係咪認錯人啊？係啦，有機會目擊者見到嘅係其他金髮嘅路人啦，即係佢哋淨係認得佢哋係金色頭髮啦，但係就唔係真係佢哋兩個咯。咁4月1號嘅最後一張相呢，
編號係508，就見到 Chris 咧係即係影嗰張相係見到 Chris 咧係跨越咗一條小溪啦。咁佢個表情咧，啲人講啦，呢個都係大家嘅 interpret 嚟嘅，即係唔係一啲事實啦。反正大家就認為咧，佢個表情咧同前面嘅自拍相係有少少唔同嘅。咁佢哋咧係對住個鏡頭扮鬼臉咁樣笑啦，但係有人咧就覺得佢哋當時個樣係有啲驚，唔似係真心開心嘅笑容，比起前面嗰啲相。OK。咁但係呢一個就見仁見智啦，即係你影相有機會係個樣有時唔 ready 就係咁噶啦嘛。係咯。咁呢一張508號相呢，係喺4月1號嘅晏晝1:54拍攝。Chris 當時係企喺一嚿河邊嘅石頭度影嘅相啦。咁但係呢，下一張相呢已經係4月8號嘅夜晚啦，亦都即係講1號去到8號中間呢係冇任何嘅相嘅。而下一張相嘅編號係510，咁亦都即係代表呢509呢一張相係消失咗嘅。哦，我想知嗰啲編號呢，你 delete 咗一張呢，你會唔會重新編過噶？陣間解釋俾你聽。OK。咁最詭異嘅係呢，法證專家呢係嘗試揾翻呢一張相，又或者揾翻條 path，點解張相會消失咗啦？咁 suppose 係揾到嘅，即係你 delete 任何嘢都應該係會有個 record 噶嘛。哦，真係噶？我唔知啦。咁佢係專家啊嘛，咪信佢咯。OK。唔係，即係我係覺得，除非你係啲好專業嘅去 delete 一啲嘢嘅人，咁如果唔係，我哋普通人 delete 嘢係應該會有個 record 嘅。即係任何影過做過嘅嘢，你都唔可以就咁 delete 就冇咗噶嘛。即係上網上面發生嘅事。咁呢，專家就發現呢一張相呢，唔係喺相機上面手動刪除，又或者唔係系統故障嘅。即使佢哋用一啲專業嘅資料恢復程式啦，都係完全揾唔翻呢一張相。咁唯一發生呢一種情況嘅原因呢嘅可能性呢，係有人事後利用一啲外部設備手動刪除資料。咁簡單嚟講就係又俾人 hack 咗啦。咁但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即係冇話絕對嘅。咁雖然呢位法證專家係咁講啦，咁但係都仲有好多可能性嘅，我覺得。而仲有一種情況呢，就係相機發生故障。咁但係呢一種情況係唔太常見嘅。呢一張509號相之所以咁神秘呢，首先係呢一張相消失咗啦，其次就係呢，佢係代表咗4月1號到4月8號竟然一張相都冇。咁呢一張消失嘅相究竟隱藏咗啲乜嘢呢？咁4月8號嘅夜晚呢，係影咗90幾張相嘅，咁全部呢，估計啦都係叢林入面影嘅，因為好黑啦，所以全部都係估計嘅啫。咁有部分嘅相呢，係影相同影相之間呢，只係隔幾秒嘅啫，即係咁插咁樣影嘅。咁有啲呢，就係隔15分鐘又或者更加長嘅時間啦。所有嘅相都係喺開咗閃光燈嘅情況之下拍攝，但係大部分呢，都只係睇到黑掹掹嘅天啦，同埋黑掹掹嘅地，但係可以睇得出呢，當時係落緊大雨啦，同埋睇到附近嘅一啲植物。咁當嗰個惡劣嘅天氣啦，同埋嗰啲植物呢，係可以估計呢，呢一啲相呢，一定係喺鋼琴家小徑盡頭之後嘅另一邊，即係嗰個叢林嗰度影噶啦。咁當地人認為拍攝嘅地點係同發現佢哋個背囊嘅地點呢係相近嘅，都係喺一條水力好強嘅河流附近，而且河流嘅附近呢嘅青苔係有被踩過嘅痕跡啦，證明係有人曾經行過嗰度嘅。咁而有一張相呢，係隱約咁樣見到有啲電纜，咁而呢一啲電纜呢，正正就係穿過河流上方嘅一條橋嘅附近嘅一啲電纜啦。佢啲相全部都詭異得嚟，有啲奇怪嘅，就係一啲黑掹掹但係又有少少嘢嘅相啦，即係你認真睇會覺得有啲恐怖，但係又好似好唔知點咁樣，即係好奇怪嘅相啦。咁另一張相呢，係喺一塊大石上面啦，係綁住一啲顏色鮮豔紅色嘅塑膠棍嘅。
係唔知咩嚟嘅。咁有人就覺得呢，佢哋係想 mark 低行過嘅地方，就影一啲比較突出或者鮮明啲嘅嘢啦。咁佢哋呢亦都有用紙巾去拼湊咗一啲嘢嘅，但係唔知係咩嚟嘅。有人覺得係箭嘴或者係 SOS 啊，但係你就咁睇張相係完全唔知係咩嚟嘅。咁呢一堆懷疑 SOS 嘅字附近呢，亦都放咗一啲反光嘅嘢啦。咁有人就覺得呢係想試圖吸引一啲救援人員，又或者空中，即係佢哋覺得有直升機經過，然後就想有啲反光嘅嘢等佢哋睇到咁啦。另外有一張相呢，好似係影到塊面定唔知影到下巴嘅相啦。咁仲有一束頭髮咁樣嘅。而有一張相呢，就似係影住懸崖嘅隔離，即係佢唔係喺懸崖上面，佢喺懸崖嘅隔離。然後呢，當你 edit 咗張相啲光之後呢，就好似隱約見到有個人企喺懸崖頂咁樣啦。夜晚拍攝嘅呢90幾張相呢，有一張係特別奇怪嘅，亦都係特別多人討論嘅，就係有一張相呢，係一堆金色頭髮嘅特寫。咁你就咁睇張相呢，就係一堆嘅金色頭髮嚟嘅啫。估計嗰個人啦，即係嗰個主角呢，係 Chris 嚟嘅。咁有人覺得呢，佢係瞓咗喺地下，有人覺得呢，佢係個頭有傷痕嘅。咁我係有好認真咁樣睇過幅相啦，係睇唔到啲乜嘢嘅，即係真係淨係得一堆金色嘅頭髮啦。但係有人係睇到有血跡啊，有人睇到佢個嘴啊，睇到佢個樣咁樣啦。唔知佢哋點樣睇到嘅。咁呢，有人就覺得呢係拍攝者，亦都即係 Lisanne 啦，係想記錄 Chris 當時受咗傷，咁想影低，即係如果萬一之後有人獲救啦，咁佢都可以俾翻人睇咁樣啦。但可能黑掹掹影得唔清楚，咁就影到啲唔知乜嘢咁。咁亦都有人認為呢係第三者事後拍攝嘅，即係呢啲相唔係兩個女仔影嘅。咁正常嚟講呢，就唔會對一張頭髮相有咁多嘅猜測嘅，即係其實你錯手撳多咗下都唔出奇，即係佢咁啱喺你前面，然後你撳咗下都唔出奇。咁點解會有咁多人去討論呢一張相呢？係因為兩個女仔影呢一輯相呢已經係失蹤嘅第8日啦。咁呢個人稱嘅地獄叢林呢，唔係一個舒服嘅叢林啦，即係一個唔安全嘅地方啦，經常落雨啦，啲路又好崎嶇啦，好多泥啦。咁但係咧，呢一張頭髮相呢，雖然係好混亂，即係個頭髮係好混亂，但係呢係好乾淨啦，同埋好乾燥嘅。但係啲相呢，當時係落緊雨嘅。咁同埋另外呢，當時係先係巴拿馬嘅調查人員係去做呢啲法證檢驗啦，後來先去到荷蘭嘅調查人員去拎相機嘅。咁荷蘭嘅調查人員呢，就發現啲相呢係有被改過嘅痕跡嘅，唔知改過啲咩，但係有做過手腳。咁但係巴拿馬嘅調查人員呢，就聲稱佢哋只係校光咗啲相，就係咁啦。咁除咗比較詭異之外呢，咁有人就覺得佢哋快速咁樣影相呢，係想利用相機嘅閃光燈睇路，又或者係引起附近救援人員嘅注意咁樣咯。哦，睇路都有機會，我覺得。因為太黑，所以就要不停閃。係啊，因為同埋你手機要留翻啲電啊嘛，咁你就唯有用相機咯。係咯，有人都覺得係佢哋可能聽到有直升機或者附近有人嘅出沒，咁就嘗試閃下閃下，等其他人睇到咁樣咯。咁所有嘅相呢，4月8號第一張相係喺凌晨嘅1:29影嘅，之後每10秒呢就影下張，之後去到1:48之後嘅相呢，就係大概每30秒影一張，然後呢就去到凌晨2點。凌晨2點嘅相呢，係大概每5分鐘到10分鐘之間嘅間距去影嘅，而最後一張相係喺凌晨嘅4:10拍攝。咁呢啲相呢，上網全部都好容易揾到嘅，但係其實呢，全部都冇被正式發布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嘅呢，絕對唔係最原始嘅相啦，係有可能被任何嘅人去 edit 過嘅。
咁但係呢，法醫、攝影分析師同埋荒野生存專家就認為啲相呢係故意拍攝嘅，即係唔係用嚟做閃光燈嘅。咁當你按翻個時間順序去睇啲相嘅時候呢，佢哋呢係影咗一個360度嘅空間嘅，即係佢哋兩個女仔呢係有思考過去影呢啲相嘅。哦，OK。咁估計呢，佢哋係放咗部機喺一個中間位啦，即係可能一個女仔企咗喺一個中間位啦，再360度咁樣放射式咁樣拍攝。而最後一張相，我哋見到 Chris 嗰啲頭髮，即係好似瞓低咗嘅頭髮。有人估計就係當時 Chris 已經失去咗意識，甚至受傷，甚至係已經死亡啦。咁所以 Lisanne 呢，拍攝係要記錄低 Chris 受傷嘅位置。咁當佢in case 可以獲救嘅時候，就可以俾人睇到呢個係一個咩地方啦。咁所以最重要嘅問題就係兩個人究竟喺邊度呢？即係呢個地方究竟喺邊度呢？6月19號，當地部落呢就發現咗啲嘢，佢哋呢就先聯絡 Marco， 最後就由 Marco 聯絡警方嘅。咁佢哋呢就喺一個河岸附近發現33塊嘅骨頭碎片，同埋一隻連住完好無缺嘅腳嘅鞋。哇，好恐怖啊！咁隻腳呢，後來被確認係 Lisanne 嘅腳嚟嘅。Lisanne 隻腳呢係發現有3個骨折。咁佢哋仲發現一條屬於 Chris 嘅牛仔短褲。而嗰啲骨頭嘅碎片同埋遺體後來亦都確認係屬於 Chris 同埋 Lisanne 嘅。咁發現骨頭碎片嘅嗰條河呢，亦都係發現嗰個背囊嘅一帶地區啦，亦都係距離 Mirador 5公里，蛇河嘅半英里左右。咁好多報道都指呢條短褲係摺到好整齊啦，好似有人故意放喺河邊咁樣啦。咁但係呢一個報道係錯誤嘅，條褲呢係的確喺個河岸嘅附近啦，咁但係佢係污糟有泥啦，有濕度嘅。其中一啲骨頭碎片證實係 Chris 嘅盤骨，狀態呢係骨折。隨後嘅日子呢，亦都陸陸續續咁樣揾到更加多嘅遺體，即係講緊呢33塊骨呢，唔係一次過揾到嘅，而係逐日逐啲揾嘅。而當中呢，就包括 Chris 嘅肋骨、Lisanne 左腳唔同部分嘅骨。咁另外佢哋都有揾到動物啦、其他嘅小朋友同成年人嘅骨頭碎片。咁遺體之所以變到咁碎呢，有可能係身體喺條河入面分解，導致一啲關節脫咗節。咁水就會分解同腳相連較弱嘅關節。咁亦都解釋咗點解 Lisanne 隻腳嘅骨頭呢係斷開晒嘅。咁調查人員指遺體呢，因為已經爛即係幾爛啦，損壞係好多啦，咁所以係唔係好可以喺個遺體度揾到線索嘅。咁但係可以確定嘅係呢， Lisanne 係在生嘅時候腳骨折，咁唔肯定係佢行咗太多路定係跌親而受傷。Lisanne 嘅腿骨呢係有骨膜炎，可能係過度行走導致。咁如果骨膜炎係感染嘅話呢，短短幾日呢，佢就已經行唔到路噶啦。而遺體呢係已經處於一個分解嘅狀態。Chris 嘅肋骨碎片呢係有被漂白嘅痕跡啦，但係有可能係被太陽即係曬得多而漂白嘅。而佢嘅身體亦都比 Lisanne 早腐爛。咁而 Lisanne 嘅部分皮膚呢係仍然黐喺佢嘅骨嘅碎片上面。咁關於兩個人腐爛嘅遺體呢，專家係有好兩極化嘅分歧嘅。咁分別就係覺得係自然腐爛定係人為干預啦。咁另外遺體有冇表現出有動物活動嘅跡象，亦都有分歧嘅。即係究竟有冇啲野生動物咬佢哋或者食過佢哋嘅屍體造成嘅腐爛啦，定係即係喺一個熱帶雨林嘅自然環境之下分解成咁樣嘅。咁荷蘭嘅調查人員呢，就指責巴拿馬嘅調查人員將證據遺失同埋處理不當，先會導致到不能被獲救，又或者揾唔到真正嘅死因啦。咁而且呢，巴拿馬嘅調查人員呢，係從來冇喺遺體同附近嘅土壤去採集樣本，亦都即係呢，
發現屍體嘅地點呢，未必係真正嘅死亡位置。究竟屍體有冇被移動呢？係冇被調查得出嘅。咁第二就係巴拿馬嘅調查人員呢，係冇調查到背囊上面呢係有30個身份不明嘅指紋。荷蘭嘅調查人員同埋家屬呢，係相信兩個人係發生人為嘅意外啦，可能係謀殺，可能係任何人為嘅因素啦，亦都解釋唔到點解佢哋會除咗個 bra 仲要摺好咗呢？我覺得係有兇手咯。第三就係電話嘅 SIM 卡上面呢，係有3個身份不明嘅指紋啦，但係亦都係 check 唔到嘅。但係呢，去到8月底啦，亦都真係揾到個背囊嘅1個月之後呢，巴拿馬嘅調查檢察官呢，係建議去結案啦。佢係結論就係兩個人係意外跌落河而死亡嘅，唔想查啫。同埋因為嗰區可能係一個旅遊地區，即係佢哋都唔想呢一單嘢變成影響到係啦。9月24號啦，當日係李生嘅23歲生日，當局呢就將李生嘅遺體歸還返俾佢嘅父母。咁結案之後呢，李生嘅屋企人係接受啦，但係 Chris 嘅屋企人呢係唔接受呢一個解釋嘅。佢哋有自己請律師同專家親自去到小徑調查，咁但係過咗一段時間都係冇結論啦。佢哋最終亦都同意巴拿馬調查檢察官嘅結案。咁巴拿馬少女失蹤案呢，最終喺2015年嘅3月結案。咁以下呢，就係一啲唔同嘅 theory， 睇下可能係發生咗咩事啦。其中一個 theory 呢，就係罪案受害者理論，亦都即係有人做咗一啲謀殺或者做咗一啲犯罪行為，然後做一啲掩飾，即係兩個受害人呢，係曾經嘗試做一啲嘢去隱藏自己，又或者求救嘅。咁因為巴拿馬嘅調查呢係非常之求其啦，甚至係被發現有好多故意誤導同埋欺騙嘅。咁有獨立嘅調查人員同埋記者呢，就提出多個巴拿馬當局係冇追查到嘅線索，包括係兩個人失蹤當日呢，係有多過一個證人見到鋼琴家小徑附近呢係有一架紅色嘅卡車，咁但係當地人係確認呢，平時冇見過呢架車。咁另外呢，所有嘅證物包括嗰個超市膠袋啦、啲鞋啊、背囊，其實都係處理不當，係冇辦法測試到上面嘅可疑嘅指紋同埋 DNA。再加上呢，本來袋入面嘅物品連埋嗰個袋呢，都曾經喺個河嗰度漂泊過啦，即係佢跌過落河，然後浮咗上岸啦。咁但係拎出嚟嘅電話啊、相機啊，所有嘢呢，都係完好無缺。好似好奇怪咁樣啦，就有人懷疑入面嘅物品呢係有人之後放入去嘅。我覺得有人整理過。係啦，然後呢個相機嘅證據就曾經俾人操控過啦。喺4月6號呢，亦都有人對電話嘅活動進行修改啦。呢一啲嘢全部都係查唔到嘅。而相機嘅嗰張509號相呢，係被人為 delete 啦，都係查唔到。咁但奇怪嘅係，究竟邊個要去隱藏呢啲蹤跡？點解佢又唔直接將部手機或者相機抌落河整壞佢？即係點解唔將所有嘅證據完全覆蓋？要係做啲咁懸疑嘅嘢咧？玩偵探遊戲咁樣。係啦，咁另一種可能性就係呢，巴拿馬政府又或者執法部門內部嘅某個人想改變呢一個證據。咁佢未必係嗰個兇手，即係佢未必係兇手嘅，但係佢可能有啲嘢唔想俾人睇到，佢想 cover 佢哋嘅錯咯，或者即係佢唔想將呢單嘢變成一單影響佢哋經濟啊或者政治任何嘢，因為人哋國家嘅人死咗嘛。冇錯，係啦，所以佢哋係想 cover 一個佢哋嘅缺失，令到荷蘭嘅調查人員睇唔到，咁就搞到好似好懸疑咁樣啦。咁嗰啲唔想俾人睇到嘅證據會唔會喺嗰張509號相嗰度呢？又或者如果呢張509號相被發布嘅話，會唔會對巴拿馬嘅旅遊業造成一啲毀滅性嘅影響呢？咁都有呢個可能性嘅。咁因為好明顯呢，有遊客被謀殺呢係會絕對影響成個國家嘅經濟。咁有人就認為當局呢係有非常強烈嘅動機去掩蓋
任何對遊客有害嘅犯罪活動。咁但係咧，呢個係一啲陰謀論啦。實際上亦都有另一個比較大路啲嘅 theory，就係兩個人發生嘅就真係只係意外。因為假設佢哋真係被害啦，即係發生啲咩會令到佢哋會留低啲咁詭異嘅證據呢？即係真係被害嘅話，點解佢部手機要開下又熄下？點解佢哋要影呢啲相？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好奇怪嘅嘢啦。咁有人亦都提出咧，可能係涉及到一啲犯罪集團啦、器官販運啦、人口販運，因為當地嘅人係知道鋼琴加小徑同埋嗰個地區嘅一啲偏遠小徑，即係一啲叢林咧，係有被秘密用於運送一啲非法嘅嘢啦。咁但係當地人咧係唔願意透露嗰啲係啲咩嘢嘅。咁但係就係話係一啲非法嘅嘢啦。咁所以會唔會有可能佢哋係唔小心遇到呢啲人？破咗係啦，或者發現到佢哋咁樣啦。一位巴拿馬嘅法醫病理學家就聲稱，兩個人嘅殘骸咧，似乎係經歷咗有摘取器官嘅過程。咁呢一位學家咧，以前係負責去倒閉一啲非法摘取器官嘅一啲診所，咁佢就指呢一啲診所咧都會先抽乾屍體啦，再切除啲器官，最後再肢解剩低嘅組織。咁今次嘅案件呢，兩個女仔雖然係幾個月之後先揾得翻條屍啦，咁但係揾得翻條屍之後嗰個 size 咧係不足2%，本身係一嚿一個人啦，但係最後只係揾翻2% 嘅人啦，咁所以佢就覺得兩個人係經歷咗當地典型嘅非法器官摘取嘅一啲犯罪嘅嘢。跟住再俾可能政府幫手隱瞞咁樣咯。Oh no，好恐怖。係啊，我覺得係有啲機會喎又。最後下一個 theory 咧，就係我哋最受歡迎嘅嫌疑犯導遊 Marco 啦。係。咁當地人指咧 Marco 呢個人咧，一向咧都好中意同年輕嘅遊客調情，甚至有人見過 Marco 咧同兩個女仔喺叢林入面沖涼。咁所以有人認為 Marco 咧首先主動話要帶兩個女仔去行山，咁然後咧帶咗佢哋去佢位於嗰個叢林嘅屋企，但係當時兩個人就拒絕喎，咁所以咧 Marco 就心心不忿咁樣襲擊佢哋啦。咁二人喺一路上咧都被 Marco 威脅啦，變相少少解釋咗點解兩個人嘅物品同埋遺體都會出現喺嗰個叢林，亦都即係 Marco 屋企嘅嗰一帶啦。咁第二日咧 Marco 更加有大量嘅時間獨自行動啦，咁亦都有時間去掩蓋佢嘅蹤跡同埋佢嘅罪證。咁後來咧，佢都有呢個可能性去修改兩個人嘅手機同埋相機上面嘅證據。咁但係後來咧 Marco 係聲稱咧，佢係從來都冇見過呢兩個女仔，所有嘢咧都只係謠言嚟嘅啫。咁佢又揾？係啦，咁點解佢會出現，又或者點解佢會成為呢個謠言嘅主角呢？就係佢真係有幫手揾過人嘅，即係佢係有揾人有出現嘅。咁但係呢，前面係冇發生過任何咩要帶佢哋行山，要去咩士多啤梨農場嘅嘢。呢啲嘢呢，係全部都係傳媒作出嚟嘅啫。咁另外呢，本來 Marco 之所以可以獨自行動，係因為當時話嗰個救援隊係突然間收到咩荷蘭大使館打過嚟要走咁樣啦。咁但失蹤事件呢，當時只係啱啱好24個鐘。咁所以點解荷蘭大使館會咁快收到風出現呢？即係有啲唔合理啦呢個位。咁唔知呢一樣嘢係佢自己講出嚟，定係真係有證據啦？因為所有嘅資料都超級亂啦，連啲人名咧都係非常之混亂啦。咁甚至後來咧有指當時嘅救援隊咧根本翻到去之後就發現係冇任何嘅荷蘭大使館嘅人出現，佢哋就只係收到風然後翻咗去，但係冇發生過嘅，就係咁啦。咁雖然咧兩個人嘅死咧係撲朔迷離，咁但係大部分嘅證據嘅專家咧得出嘅結論咧，都係同巴拿馬調查人員嘅結論係一樣嘅，就係 Chris 同埋 Lisanne 咧係蕩失路之後發生咗一啲致命嘅事故之後死亡。咁嗰啲致命嘅事故咧係有機會係跌親、跌落河、骨折咁樣啦。
咁因為咧調查人員當時調查嘅時候，除咗發現有2個人嘅屍體之外咧，係亦都有發現其他人嘅骨頭嘅，即係亦都有可能係其他人曾經跌落橋，又或者係又係行呢個山而死亡嘅。咁有專家係嘗試重組2個人嘅遭遇啦，咁呢個咧就係佢哋嘅結論啦。首先第一日，2個人咧係出於某種原因，唔知係人為定係唔小心定係冒險精神，佢哋因為呢一個原因偏離咗本身好易行嘅鋼琴家小徑。咁呢個原因呢，佢哋唔覺得係蕩失路嘅，因為呢條小徑呢係直出直入嘅，咁所以佢哋估計呢，佢哋有可能係要避開一啲嘢而偏離小徑啦，亦都有可能單純係有冒險精神而嘗試行其他路。咁一旦佢哋一偏離咗小徑呢，2個人就蕩失路啦。咁於是咧就開始打呢個求救電話啦。生存專家就指咧，一半人嘗試生存咧都會沿住河流走嘅，咁佢哋都一樣啦，佢哋係沿住條河走。但係咧呢一個 application 咧係唔可以應用喺呢一個地獄叢林入面嘅。咁因為喺呢一個叢林咧，沿住河走咧係有大量好茂密嘅植物啦，佢哋係會更加蕩失路啦，佢哋係會俾嗰啲植物困住咗啦，係移動唔到去一個更加高嘅海拔去觀察地形。咁所以呢一個就係佢哋做錯咗嘅第2樣嘢啦。咁由於佢哋本身只係 ready 1日嘅行山計劃㗎啫嘛，咁所以佢哋係得好少嘅食水啦，咁就只可以飲河水啦，咁導致其中一人可能係飲咗啲細菌，加上冇食物啦，喺幾個鐘之內呢，佢哋就開始出現唔舒服，又或者體力透支。咁喺拍攝嘅夜晚啦，當日係第一次落大雨，導致山洪暴發。咁佢哋可能喺暴雨之下嘅吊橋過河，咁然後呢 Chris 就可能跌低咗，冇辦法再行啦。Lisanne 就用相機記錄拍攝低 Chris受傷嘅位置，咁希望自己得救離開之後呢，就可以 show 俾啲救援人員睇，救援人員就可以翻嚟揾 Chris 啦。咁 Lisanne 呢亦都將 Chris 嘅短褲除咗落嚟，留喺河岸上面作標記啦。因為佢哋已經冇乜物件起身，即係佢哋要一路行一路放低啲嘢做標記。咁因為 Chris 可能已經暈咗或者已經死咗定唔知點，咁佢唯有拎佢身上嘅嘢去做標記。咁後來咧，佢亦都帶住 Chris 嘅手機獨自繼續步行啦。雖然佢自己部手機冇晒電，咁但係 Chris 已經留低咗佢喺度噶啦嘛。咁所以佢就唯有拎住佢嘅手機自己行。咁行到去下一條要過河嘅吊橋啦，嗰一條橋咧叫做後橋啦，係另一條好難行嘅小徑嘅其中一部分。咁呢一個地方嘅地形咧係更加險惡啦。最後 Lisanne 咧可能係因為體力透支跌低，導致骨折啦。咁骨折就令到佢隻腳唔知點解搞成咁啦。咁就冇辦法繼續行。咁喺呢個位咧 Lisanne 就最後一次嘗試開 Chris 嘅手機，睇下可唔可以開到或者求救。亦都真係無啦啦有一日咧，佢部手機咪有啲咩 lock file 咁樣啦，有機會係喺呢個位度開咗啦。咁但係都係冇信號啦，最終咧就死喺河嘅附近啦。咁2個人嘅死亡位置雖然係有啲唔同，咁但係咧有可能係 Chris 嘅遺體係沿住河流嘅上游漂到去下游，咁所以2個人嘅遺體咧就出現咗喺同一個地方。咁但係咧好多人都話呢個可能性係唔大嘅，因為條河 suppose 係會沖走晒所有嘅嘢落去下面，而唔會喺下面即係喺下游嗰度混合啦。咁但係呢個仍然係專家嘅講法啦。就係咁樣啦。你覺得呢？我覺得即係最簡單嘅諗法呢，就係佢係一個意外咯。即係我哋無謂將佢加咁多其他奇怪嘅嘢。即係其實佢係求生之中做出呢啲事，所以令到有啲奇怪咯。你明唔明啊？係啊，即係可能好 urgent，所以先會有咁多奇怪嘅諗法。係啦，即係其實佢可能只係真係蕩失路求生，所以先有一連串嘅嘢，但係佢又好驚，唔知點算，又發生好多意外咁樣，所以先有咁多奇怪嘅嘢咯。但係我覺得咧，再恐怖啲嘅咧，就係有機會係真係器官販賣。你話佢得翻2% 嘛？因為係啦，呢個都好奇怪嘅。我覺得都有機會，但係呢個會唔會係咩熱帶雨林咧？即係個分解肢體或者分解啲有機物品嘅過程係快啲，特別快，係喎，因為佢地下嗰啲植物啊嘛，係。同埋有人就話咧，因為 Chris
嘅嗰啲骨咧係曬到有漂白嘅情況啦。咁但係suppose 係冇咁誇張啦，個太陽，同埋佢哋上蓋係有好多嘅植物啦。咁第二就係雖然佢哋嘅死亡即係估計係有一段距離嘅，咁但係都只係得個十幾日啦，最多十幾日啦。咁所以係唔會嗰個差距咁大咯。哦，即係兩條絲你意思？係啊，即係一個係可以曬到白化，好似漂白咗咁，但係一個就好似冇嘢，所以又會有啲奇怪咯。都好難講啊，可能你咁啱有一個多啲菌，一個少啲菌咁樣咯。咁啊係大自然嘅嘢係。係啦，大自然嘅奧秘啊。係咯，你覺得呢？我一開始覺得係有人謀殺嘅，但係越聽咧又覺得又唔多似喎。因為好似佢哋嘅行為都幾合理。係啊，都好似有求生嘅感覺，即係求救嘅感覺咯。只係佢哋啲動作有啲奇怪，但係我相信佢太驚，又或者體力透支嘅時候，都諗唔到啲咩嘢㗎啦。係啦，就係咯，所以都有機會。其實我覺得未必係咁多奇怪嘢咯。咁，但係嗰個 Marco 定唔知 Paco 就有啲奇怪嘢，真係唔知點解。Marco 都有。係啦，就係可能大約都有機會喺啲傳媒塑造一個謀殺嘅形象俾佢嘅，都有機會。其實呢，佢呢個角色係好奇怪嘅，因為我聽其中一個 podcast 講呢，就差唔多成個節目都係講緊呢個人啦。咁但係我有聽另一個 podcast 呢，佢哋係從來都冇提及過 Park， 俾你講咗個，搞到佢叫 Paco 咧，冇提及過 Marco 呢個人啊。咁佢哋係有用另一個即係唔知係咩文，唔知係 Spanish 定係咩文嘅名去講一個好似佢嘅角色嘅人啦，咁但係咧喺嗰個 podcast 入面咧，又唔係好着重呢個人嘅，即係聽落去又好似真係唔關呢個人事咁樣咯。所以啲資料係好亂啦。然後點解呢一度係咁講話巴拿馬嘅調查人員好似好奸啊、好衰、好多嘢隱瞞咁樣咧？係因為呢一個即係我睇嘅嗰個 source 咧嘅人咧係比較偏向用荷蘭嘅調查人員嘅角度去睇嘅，咁所以佢又有可能會有啲 bias 去，即係好難公平咯。同埋我覺得巴拿馬啲人查案都有機會想偏向唔謀殺嘅方向查咯，所以佢都冇調查過嗰個 Marco 或者嗰個 host family 係咪先？係嘅，因為我一開始順住我呢一個 flow 咁樣落嘅話呢，我都係覺得有一個兇手啦。咁然後我就覺得佢哋點解會唔打電話，但係要撳 host family 嘅資料？會唔會係佢哋想話俾人聽呢個 host family 係有嘢㗎？但係我唔可以打電話㗎嘛，咁我就想話俾人聽咯。哇！即係如果係我，唔知喎，好難講。我有機會即係如果兇手喺我隔離啦，我唔知啦。咁我都要話俾人聽，佢就係嗰個兇手。呢個係兇手。係啦，我要幫大家留低啲證據。咁我可能會 keep 住碌佢嗰個 page，俾人知道我睇緊佢啲嘢咯。哇！唔知有冇得咁樣思考啊？嗰個狀況真係應該就係諗點走咯。係啊，所以都好難講。我覺得簡單啲咁諗，都可能真係一場意外嘅。係啦。你真係唔想睇啲相？唔想啊，唔得啊，好驚啊！我而家已經好驚啦，我唔可以睇啲相啊，真係好驚啊！唔得，啲太 creepy 嘅嘢真係搞唔掂，好驚。唔知啊，我打呢一單 case 嘅時候覺得特別恐怖咯。唔知係咪因為佢幾 creepy 咯，懸案啦，然後佢啲證據好奇怪啦，跟住好似係好多思考好多想像空間啦，跟住佢又有啲相，然後同埋佢有相咯，就係，所以我唔睇啊，最驚睇啲咁奇怪嘅嘢噶啦。係咯，就係咁啦。係啊，冇錯。大家可以話俾我哋聽你哋嘅諗法啦，然後多謝呢位聽眾俾一單咁有趣嘅 case 我哋睇啦。冇錯。多謝大家今日嘅收聽。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集嘅話，可以去 Apple Podcast 同 Spotify 俾個5星嘅 review。我哋仲有 YouTube channel 可以去 like 同埋 subscribe。我哋嘅 IG 係 +1 Evil Research。我哋仲有個 main channel 係+1研究所 ，IG 係+1 Research。如果想支持我哋，可以去 Buy Me a Coffee 買杯咖啡，又或者去 iHerb 選購心水嘅產品。就係咁啦，加一幾時講啦？試下下次啦。好啦，我哋等你啦。好啦。好
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 Good night。